我上次過嚟莫角山應該係2016年嘅時候，咁當其時咧呢個地方咧仲係一個故木重生嘅，就一個好平凡嘅一個小山丘啦。仲有幾間破舊嘅農舍，就係當其時梁柱研究所嘅人咧就喺入邊咧就係做呢個文物嘅整理同埋研究嘅。咁樣莫角山嘅宮殿區咧係梁柱古城嘅中心。面積達到30萬平方米，係一個大型嘅人工土台。而家重新裝修開放旅遊參觀嘅呢個莫角山宮殿區呢，氣象一新。咁就農舍已經拆咗啦，亦都冇原來雜亂嘅呢啲樹木。呢個梁柱古城嘅制高點呢，喺5000年前梁柱社會嘅一個領導者就係企喺度呢，就舉行最重要嘅儀式。梁柱古城呢，分為宮殿區、內城、外城3重嘅結構。咁呢種宮城、內城、外郭嘅結構呢，後來成為咗中國古代高都城規劃嘅一個起點啦。到2019年7月嘅時候呢，梁柱古城遺址呢被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喺呢個江南富庶之地呢，沉睡咗5000幾年嘅一個文明。終於以其龐大嘅城市體系同埋複雜嘅社會組織呢，震驚世界，向世人呢確證咗中華文明5000年嘅源遠流長。當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評價係一個存在喺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嘅區域性早期國家形態。呢一個認證呢，肯定咗梁柱文明喺中國文明起源中嘅一個關鍵嘅地位。梁柱古城以莫角山為中心呢，修復翻呢一個原來一種水田嘅景觀啦，模擬當年嘅水鄉澤國嘅風貌。我哋而家嚟到呢反山皇陵，離開莫角山唔係好遠嘅，就喺梁柱文化時期啦，最高等級嘅一個皇族嘅墓地。反山呢係一座人工堆積嘅土墩啦，東西長大約90米，南北寬約30米，而家呢嘅高度有7米，總面積有3000平方米啦。佢嘅堆積嘅工藝非常之精湛嘅，底層呢鋪咗一啲草果泥嘅防滲層啦，中層呢就填充呢個灰黃土，表層呢覆蓋純淨嘅黃斑土。反山嘅皇陵呢，同呢個莫角山嘅宮殿區，仲有另外一個瑤山嘅祭壇啦，形成咗一種3位一體嘅空間格局，證實咗梁柱時期已經非常之成熟嘅一種都城嘅建制。而家我哋見到嘅呢個發掘呢，係喺1986年嘅時候發現嘅。總共清理咗11座樹穴嘅土坑墓啦。其中等級最高呢，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呢座12號墓啦。當其時出土嘅隨葬品有658件，包括3件神器啦，就係玉松王。呢個玉松王重6.5公斤，係迄今發現體量最大、雕琢最完精美嘅一個玉松啦。四面直槽裏邊刻有一幅好完整嘅神人獸面紋。另外，我哋出土咗玉月嘅王，亦都係唯一一件刻咗神徽同埋鳥紋嘅玉月，即係一個斧頭形狀啦，係軍事統帥權同埋皇權嘅象徵。仲有就係皇權像，由帽同埋墩兩部分組成嘅，總共3件神器。佢之前都開放嘅，19年前都我上次嚟嘅時候就係18年嚟嘅，要時間噶嘛，建設係需要時間噶嘛。
呢度就唔發掘㗎，但係喺其他嘅古城入邊仲有好多地方未掘，骨都冇嘅，點解有布料嘅？都唔係好乾燥咩？唔乾燥，都嚟都係水嚟嘅喎。要起骨就咁嘅原因咯。起咗骨放咗喺個陶桶入邊就唔會繼續冷啊冇。係啊，再放都冇晒。放1兩百年都冇問題噶嘛。都會。唔係土層咧就係最近咧就係近代嘅，一路就一路落去。咁咧一路有個漢代地層咧，因為我呢個發現過曾經有個漢墓，漢朝嘅墓喺呢度發現咗。咁啊，但係唔講嘅啫，唔講因為我為發掘呢個目的唔係為咗漢朝嘅墓啊嘛，係梁柱啊嘛，所以佢咪要晚期到早期咯。咁早期再下面就冇嘢啦。我嘅意思就係講佢啲土層都係隨住水啊、土啊各方面原因咧，會慢慢會積壓咗下面積壓咗下面。咁反山皇陵呢11座嘅樹穴土坑墓呢，分南北兩列去排列嘅。咁樣呢，就個墓主呢，多數係個頭朝南啦，腳向北咁樣，仰身直肢嘅葬式。咁佢葬具呢係蘇咗漆嘅木棺，咁部分呢，配有呢個雙重嘅棺同埋椁。咁樣呢邊出土嘅陶器、石器啊、玉器啊、象牙器等等呢，超過4000件。其中玉器佔比咧90%，所以咧反山出土玉器數量咧佔全世界現存梁柱玉器總數嘅1%。咁梁柱古城最令人驚歎咧就係外圍嘅大型水利系統工程。呢個系統由谷口嘅高壩、平原嘅低壩同埋山前嘅長堤組成嘅，形成面積達到13平方公里嘅儲水面，佢嘅庫容量可以達到4500萬立方米。呢個水利系統咧既用於防洪啦、保護古城嘅安全啦，亦都起到灌溉同埋運輸嘅功能。